小时候，我一直怀疑你哥哥是不是在伤害你。击剑是很棒的运动，可以一边运动一边训练头脑，很棒哈。哎，之前不是有一个击剑选手的社会事件吗？那个新闻闹超大的哎。他是拿断掉的剑，杀人。哥，他内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。阿要出狱了，拜托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那是意外。你为什么要来帮我？你是我弟，我当然要帮你啊！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你看不出来他利用你吗？拜托你离开，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受伤。